Hello，大家好，又係我 Jason。最近喺 Facebook 就見到有人 share 一條片同埋一個 post，裏面講到有一個移居咗馬來西亞嘅香港家庭，咁佢哋就喺佢哋嘅 YouTube 直播度回應翻一啲佢哋之前講過嘅言論。咁而喺直播裏面，佢哋其中有一段更加係講到大馬華人嘅祖先以前係由中國偷渡去馬來西亞嘅言論。咁啊，結果喺 Facebook 裏面嘅留言呢，就充斥住好多大馬華人嘅不滿。點解呢句說話會令到咁多人反感呢？原因唔單止係呢個錯誤嘅講法，而且更加係對於歷史嘅一個侮辱。所以今集呢一條片就想同大家簡單咁樣講解一下馬來西亞華人嘅歷史。其實早喺15世紀，華人就已經通過喺海上嘅貿易網絡去到南洋唔同嘅地方，而大家耳熟能詳嘅鄭和下西洋呢個時間，當其時華人喺明朝嘅早期已經同馬六甲之間嘅來往非常之頻密，有唔少嘅福建人啦、廣東嘅商人亦都開始南下去做經商同埋定居，佢哋帶嚟嘅語言、技術、飲食同埋商業嘅文化，同時間亦都同當地嘅馬來社會交流融合。喺呢片土地上面，慢慢就誕生出一個獨特嘅群族，叫做峇峇娘惹。喺度講多少少峇峇娘惹嘅文化。當其時華人去到南洋，其實歷史記載就冇話移唔移民呢樣嘢嘅，更加唔好話偷渡啦。當其時喺馬六甲海峽沿岸嘅馬六甲啦、檳城啦、新加坡等等嘅港口城市，有一部分嘅華人就喺嗰度定居。然後就同當地嘅馬來社群結婚，一齊生活。經過一代又一代嘅融合，就慢慢誕生出一個獨特嘅群組，叫做峇峇娘惹。男性就叫爸爸，女性就叫娘惹。佢哋保留住華人嘅祖先信仰同埋家庭觀念，同時亦都接收咗馬來文化、語言、服飾、飲食同埋生活美學。所以當你嚟到馬來西亞嘅時候，你會見到當地嘅娘惹菜，佢哋嘅娘惹服裝係混合住唔同嘅方言同埋馬來語嘅語言文化。講完少少早期嘅歷史，嗱，嚟到核心嘅部分，真正去改變馬來亞人口結構就去到19世紀。喺清朝末年，有大量嘅華人因為饑荒啦、戰亂、貧窮同埋社會動盪，被逼要離開家鄉南下，近近地嘅走落香港，因為隔條河就到啊嘛。遠啲咧就要坐船。咁啊咁啱同時間，東南亞大部分嘅地方咧都係俾英國殖民嘅，而當其時嘅英國殖民政府就開始發展緊馬來半島嘅石礦啦、港口、鐵路同埋橡膠園，所以佢哋需要大量嘅勞動人力。於是佢哋就透過唔同嘅招工制度、合約、航運公司，咁喺當其時嘅福建、廣東、海南一帶去招聘唔同嘅華人去南下。所以換句話說，當其時早幾代嘅華人，佢哋唔係偷偷摸摸咁去到馬來亞半島，而係被公開招募去到當其時英國嘅殖民地。所以佢哋去到之後就從事一啲礦業啦、橡膠嘅種植啦、碼頭建設同埋商業嘅服務，用一啲比較貼切啲嘅形容詞，你可以話佢哋係開荒過嚟建設，但係絕對唔係偷渡。華人南下嘅故事當然仲未停止啦，佢哋開始喺呢片土地上面落地生根，嚟自唔同地方嘅人，因為唔同嘅語言、習俗、行業，慢慢就聚居成群。所以當其時喺馬來亞各個地方都出現唔同嘅福建人啦、廣府人、客家人、海南人，佢哋各展所長，雖然講緊唔同嘅方言，但亦都保留各自嘅文化。喺呢個時候，唔同嘅同鄉會館、宗親組織、華文教育就慢慢開始建立起嚟。雖然嚟自唔同嘅地方，但係最終都形成咗今日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嘅局面。
喺經過幾代人嘅努力，華人喺馬來嘅身份開始慢慢改變。佢哋唔再係過客，因為佢哋已經喺呢片土地度生活，而且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成個世界亦都進入一個新嘅時代。好多過往喺英國殖民嘅地方都慢慢獨立起嚟。喺1957年，馬來亞半島正式獨立，脫離英國嘅管治。當其時就由華人、馬來人同埋印度人三大種族同時間去建立屬於自己嘅國家。去到1963年，馬來亞半島更加聯同新加坡、東馬嘅沙勞越、沙巴成立馬來西亞聯邦政府。由嗰陣時開始，不論你係馬來人、華人定係印度人，佢哋都成為馬來西亞人。講開歷史就唔爭再講埋兩個好重要嘅日子啦。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半島正式脫離英國管治，成立咗一個新嘅國家。當其時係由三大民族，由馬來人、華人同埋印度人共同去簽署呢個獨立文件嘅。而呢一日就係所謂嘅馬來西亞國慶日啦。而另一個好多人都會搞錯咗嘅，就係9月16號。喺1963年9月16號，馬來亞半島聯同新加坡、沙勞越、沙巴正式成立馬來西亞聯邦，所以呢一日就係稱之為馬來西亞日。比較特別少少，一個國家有兩個重要嘅日子，國慶日同埋馬來西亞日，大家記住咯。接落嚟就講下馬來西亞華人點解佢哋咁強調自己華人嘅身份呢？當其時南下嘅華人唔係淨去馬來亞半島啊、越南啊、印尼啊、泰國啊，可能柬埔寨嗰啲咁嘅地方都會有。但係唯獨是馬來西亞嘅華人，佢哋極少數依然可以保存住完整嘅華文系統嘅地方，就好似越南同埋印尼咁樣，佢哋嘅華人慢慢一代一代嘅洗禮，而家你都見唔到佢哋有中文名。但係馬來西亞就唔同啦，因為當地嘅華人文化已經慢慢融入咗去制度裏面，融入咗去生活裏面。佢哋有好完整嘅華文教育體系，有華小、獨中，甚至乎有啲中文課程嘅大學。另外當然係仲有好多唔同嘅華文媒體啦，不論報章、電台、電視，甚至乎網絡平台，每一日你都可以睇到同埋聽到唔同嘅華語。當然唔少得就係節慶啦。馬來西亞有三大節日、三大新年，其中一個當然唔少得華人嘅農曆新年。經過無數咁多代嘅華人紮根同埋發展，今日嘅馬來西亞華人已經形成咗一種好獨特嘅身份。佢哋並唔係中國人嘅複製版，佢哋更加唔係失去咗文化嘅海外華人。佢哋係喺呢個多元社會裏面成長出嚟嘅新一代。佢哋保留華語、自己屋企嘅方言、傳統嘅節慶同埋家庭嘅價值，同時間亦都深深咁屬於馬來西亞。佢哋熱愛呢個國家，同其他馬來人、印度人同埋唔同嘅族群一齊共同生活。好多人都可以講華語、馬來語再加英語，三隻語言基本嘅啦。喺唔同文化之間嘅自由切換，佢哋識得尊重唔同嘅文化差異，亦都識得點樣合作共處。所以喺世界上面，佢哋非常之有競爭能力。有時候我都會覺得自己作為一個香港人，如果淨係識得香港嘅廣東話嘅話，睇嘢確實係會比較窄啲。所以馬來西亞華人嘅最大優勢並唔係話佢哋真係識得講唔同嘅語言，而係佢哋喺三種唔同嘅語言文化裏面生活，學識佢點樣尊重唔同嘅人，亦都好清楚知道自己嘅身份。馬來西亞係國籍，華人係種族，所以佢哋去到世界各地都好容易適應到當地嘅生活文化。有啲知識水平比較低、中文水平文化比較差嘅，例如大馬斯交咁樣，佢哋可能仲未識得分華人定係馬來西亞人有咩分別。如果佢哋有幸睇到呢條片，希望佢哋對於馬來西亞華人嘅歷史文化認識多啲，唔好白白浪費咗喺馬來西亞生活咗6-7年嘅光陰。
講真，話大馬華人係由中國偷渡嚟馬來西亞，呢句說話都真係難聽過粗口。影片嚟到最後，有個問題問一問大家，睇下你又認唔認同我呢個講法？